伫咧领导负责主办的是查甫也是查某咧，伫家己水上的中和社区，最近针对男性时段举办主食教学活动，希望会当增加因生活机能，万不以牵手先来白食，也是会当照顾家己。营养师甲食大安怎来处理食材甲料理？来上课的人拢是社区的查甫食大，切菜滚汤，逐项拢爱学。食大讲来学了以后，会当回去煮互某食。煮哦，太太吃看卖，弄太太去煮啊。因为他最近有点状况嘛，所以想说赶快的先来学一学，以备可以下手来做。嘉义县乐龄学习中心讲，台湾高龄社会趋势，如果负责煮食的女性生理规人数，男性连面都会拄到食产生的健康问题。三餐在外吃，结果本身有一些慢性病的这些长辈们，尤其是我们的这些男士们，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好像那个溜滑梯一样，很快的就往下掉。协助推广这项男士肝病课程的名誉代表讲，嘉义县应该爱替退休的男性时代增加相关的活动，让因心理甲身体会当更较健康。男性在退休之后来参与到社区的活动哦，其实是非常的少。啊，伫咧嘉义县，咱是老人人口的比例是全台湾上悬的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希望讲伊会当吼行出来社区吼，会当付出自己的就是过去的一些专长啊，甚至也可以学习新的技能。乐龄中心表示，男士肝病的概念伫国外已经推出真久，未来嘛会把这个课程结合高端care送餐服务，替在地男性时代增加更较侪社会参与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